台南建城400年的活动就咧要煞过，不过明年煞是阁要迎接府城建城300年。所以讲，这台南到底是400年还是300年，都互民众三保障。台南市文化局表示，台南400是透过展演来展现台南的文化，甲这府城建城300的活动袂重搭。以台南府城古今高感，经过400年的时间，展现古都台南历史的水。2014年是荷兰人伫安平起捷兰家堡建城开始算的400年，所以台南市府今年以台南400做真侪活动的主题。不过2014年就要结束啊，即马佮传讲明年有府城300年的相关活动，嘛互民众分辨清楚。不必要在短时间内搞一个重叠东西吧。我第一次听到府城300，我瞬间会感觉怎么倒退100年。民众对台南是安怎为400年倒求100年三保障，有民代质疑台南400用1年时间来办，佮开超过11亿，煞无清楚印象。市府表示，台南400是以台南、台湾做中心的海洋史馆，展现台南多元文化甲发展。另外，嘛开超过5亿，征收古迹进行文字修复的工课，为台南甲重要的历史现场甲见证留落来。咱办的有啥物留伫台南市？我建议讲办一个新颖200，用我钱来建设阮所在，无开舞咧，汤拢无伊啊。整个府城300的预算，其实对于整个台南400。其实只有1/10不到的预算规模，那代表说他想要把这个题目推出来，更有效率的执行这些预算，相当于是一个更大的挑战。就像台湾灯会、台湾文博会来展现台湾与世界的关系，那也展现台南多元的文化与发展。另外，针对府城建城300，市府强调讲是透过清代城墙营造的历史，探讨城市地理的议题，来看府城甲大台南的关系，呈现城市文理和历史空间的特色。这两个活动无共款，无相同的问题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